菲律宾海警船伫南海仙宾岛驻守5个月，因为无补给撤离，当局讲会阁派船，不过中国已经封锁海峡。英国 BBC 的政治部甲未成年囡仔买色情影片，伊承认3项罪名，法院甲判刑6个月，假罪2年。根据瑞典研究，全球一半国家今年投票率拢降低，选举结果有争议，民主当咧行倒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一开始，先来看美国宣布上新的对台军售，包括战机的备用零件和技术支援，差不多是台票72亿6千万。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6届，嘛是今年第5届对台军售。咱的总统府表达感谢美国加强台美的关系，同齐守护台海和平。另外，美军的高层是提出警告，讲中国军演愈舞愈大场，演练的内容嘛愈来愈详细啊，少想要封锁台湾。美国宣布上新一波对台湾的军售，金额2.28亿的美金，大约是新台币72.6亿，针对卖台湾战机所需要的备用零件、甲技术支援案，正做拜登政府今年第5届对台湾军售。进行了智慧国会的一个程序，那么渴望在1个月后会正式生效。美方这次同意供售的航材零附件修理回运，有助于维持我空军各型机战备以及妥善。咱国防部指出，这届军售案会当协助维持各型战机讨胜率。毕竟中国继续进行常态化无乌地带的侵扰，表着咱海空域的训练空间甲反应时间。16几天，又阁有8架次的中国军机、7架次的中国军舰，甲2架中国公务船出现伫台海的四边。现在这个攻击的这个扰台的这个次数会增加，这个机队的这个出行的时数跟它的消耗，维持这个机队的整个这个健康跟那个它的这个妥善率的正常。军事专家解释讲，伫中国军机舰侵扰台湾频率增加之下，咱空军一定要定定伫空中执行巡逻监控的任务。连带互战机零件附件甲航材的消耗量大增加，这届军售会当维持机队的健康。另外，美军高层是警讲，中国军演是愈来愈大型精密，这是想要封锁台湾。China is moving toward larger and more sophisticated exercises, generally oriented on an invasion or blockade of Taiwan. I am not saying war in the Pacific is imminent or inevitable, but I am saying that the likelihood is increasing. 也那进前北京香山论坛期间，美中两国国防部让8个月进行第18届工作会面，重点是伫台海、南海的议题。美国关心中国伫台海的威胁行为，并且表示希望甲主管台海事务的东部战区领导人直接对话，不过目前并无具体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海主权的争议，中国和菲律宾拢讲家己有南海仙宾岛的主权。菲律宾讲因伫这个海域是因的经济区。今年4月有风声讲中国要伫遮填海造陆起一个人工岛。菲律宾为着要主动，就派海警船加做靠山靠伫咧仙宾岛伫遐驻守。那中国这边咧，今年8月挑工去弄送物资的补给船，要互菲律宾的海警船无粮草经袂落去。目前伫咧当地坚持要5个月海警船，确实是无补给啊。无大外伫咧顶礼拜六撤离仙宾岛，不过菲律宾坚持讲，这船撤离是要去修理，会阁另外派别只船过去。9月14号14时许，飞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西湖。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讲，一直留伫南沙群岛仙宾岛的菲律宾海警船14时主动撤离。迄当阵，国防发现讲船体有破空爆过的痕。菲律宾迄边发声明讲，菲律宾海警船经过5个月海上的航行，克服一大堆困难，完成使命。但是受到中方的船只阻挡粮食的运补，船员已经训练10几礼拜，敢来当食糜来之后，必须要登去母港接受医疗照顾，而且维修船只。媒体嘛翕到迄当阵有4个船员，技术身体真喜红光落船就医。菲律宾海警船8日开记者会，强调讲，退回船只毋是导航，会较紧派其他船只去驻守。We have not lost anything. We can still patrol and maintain our presence Skoda Shoal. So there's no difficulty that you are saying since Chinese will be there. Skoda Shoal, for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 can deploy our vessels anytime we'd like within the vicinity of Skoda Shoal.
菲律宾、中国和台湾拢讲有宪兵岛的主权。今年4月，菲律宾指控中国伫宪兵岛屯海造地打造人工岛，所以因派出海警巡逻男部署伫当地，打算用船只靠搭伫仁爱岛的方式，共款安尼做，固守宪兵岛。但中方无想要互变落去嘛，派出海警船实施违反管控，双方才一摆发生小额的冲突，拢甲责任撒给对方。宪兵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不是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目前伫菲国的船只撤离了后，中国讲是依法伫南海继续违反执法的活动，而且希望菲国维护进程和东协签的南海各项行为宣言，但是却拒绝接受2016年南海仲裁案认定中国对南海无享有9道线历史权利的裁定。美国方面是声援菲律宾，讲是若菲国的船只、军队、飞行机伫太平洋包括南海受到攻击，会帮助保卫菲律宾。分析认为讲南海主权的争端是歹化解，恐惊嘛是。 变作各方利益冲突，继续角力的场合。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总统赖清德上任到达满120天。根据上新的民调，针对总统处理国家大代志的方式，认同的人有4成6，无认同的有3成8。这和今年5月就职的时比起来，有分析讲，这等于赖总统上任以来失去250万人支持。 来看中信金矿申请收购新光金矿，金管会宣布，因为合并的计划无周全，所以这案暂时未讨论，等于是甲冻落来啊。若台新金要并新光金，敢就会顺利？就要看10月初9股东临时会，这44万的股东敢有同意？厝价物价一直抢悬，首都台北市的人口嘛在流失。根据统计，这个月底台北市的人口可能剩无到250万人。 有卖厝业者表示，因为交通利便，真侪人是住伫咧新北甲桃园，逐工通车去台北上班。再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候选人 Trump 伫咧山丘场，若像阁拄着暗杀，嫌犯头一届出庭，就去互检方拘捕。Trump 讲伊迄天敢若听到4、5声枪声，都随后特勤局保护离开。若副总统候选人 Vance 讲无人会去攻击何金丽，若 Trump 煞是已经拄着2届攻击啊。 这拢是因为左派言论咧黑白西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0日伫社群媒体 X 接受网络红人三马丁访谈的直播，后一届讲到特勤局的干员伫个选球场来到一个野枪的嫌犯的代志。All of a sudden, we heard shots being fired in the air, and I guess probably 4 or 5. And it sounded like bullets, but what do I know about that? But Secret Service knew immediately it was bullets. And they grabbed me. 特勤局代理局长罗威10日伫记者会指出，这个嫌犯来温老师伫现场埋伏要12点钟，苏当时伊人离川普一阵人有274至457公尺远，我都真清楚看到川普，嘛无开枪。老师迄天穿反人衫，出现伫佛州西总理坦联邦法院。 去互检方以违反2项联邦枪击法的行为来拘捕。案件发生了后，老师驶一台乌色尼桑汽车离开现场。加在有一个目击者，甲伊的车牌号码翕起来，警方才有法度掌握这个嫌犯的行踪。40分钟了后，伫95号州际公路甲伊抓起来。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范斯10日伫乔治亚州阿德兰大一场保守派团体募款的餐会发表演说，伊讲川普2届拄着暗杀的事件。 是因为左派激烈的言论。Big difference between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is that no one has tried to kill Kamala Harris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and 2 people now have tried to kill Donald Trump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d say that's pretty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left needs to tone down the rhetoric and needs to cut this crap out. 范斯讲到民主党讲川普是法西斯的主义者，嘛是民主的威胁者的话。 会互某一个社会就是讲这是真的来采取行动。川普的支持者，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伫 X 平台铺文讲，竟然无人想要暗杀拜登甲何金丽。这个铺文是引起各界批评，伊有随位网络顶摕落来，不过伫摕落来进前，看过的人已经有甲3470万人次，而且有超过15万人持假伊。另外一方面，川普伫大选辩论的时阵讲，有移民会食猫肉甲狗肉，才会喊乖乖的言论了后。 伫俄亥俄州海地移民聚集的春登市，甲科罗拉多州委内瑞拉移民聚集的厄罗拉市，怨恨甲紧张的气氛是愈来愈悬。俄州州长特怀恩10日讲，最近已经接到33件炸弹的威胁，
不过全部拢是假消息，有诶抑阁是为外国来的，不过伊并无讲是倒一个国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前主播 Edwards， 去年伊向媒体亚康讲，伊甲未成年的查某囡仔买色情的影片。今年7月，伊承认3项罪名，法院认为伊有咧悔改，甲判刑6个月，加罪2年。A few moments ago, Buckingham Palace announced the death of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伫英国通通早嘅 BBC 将王牌主播爱德华兹称霸新闻圈真侪年，包含2012年英国女王过身的消息，拢是伊申报。伊伫 BBC 一做就是40档，也是年薪上悬的主播，按算有新台票1780万。不过去年7月份，伊向媒体亚康讲，用金钱诱拐一位17岁未成年者翕色情的影像，互 BBC 停止调查了后，就对因无消息去。后来传出伊得到忧郁症，今年4月份用医生的证明正式来请辞。爱德华兹伫7月期间承认犯下3条制作囡仔性影像的罪名。包含伫通讯软体 WhatsApp 顶面接受41张囡仔的性影像，真侪受害者年岁是伫13岁到15岁，不过其中有2段涉嫌7岁到9岁囡仔的色情影片。爱德华兹甚至伫第2段影片下骹留话，问影片的传送者阁有无？警方是伫咧监听一位乱动犯的 WhatsApp 顶面的通话内容，无意中查出爱德华兹竟然涉案。外界原底预期讲爱德华兹上重判10年，上轻嘛要12个月，不过伦敦的法官认为讲，伊有要悔改，再拉判伊6个月，阁会当缓刑2年。只要爱德华兹伫缓刑的期间无阁犯下刑事罪，就会当免坐监。伊透过律师伫法庭表示，对伊造成的伤害感觉真失礼，接落来伊必须爱接受性犯罪的治疗。英国广播公司伫判决了后指出，爱德华兹唔但反背 BBC， 也反背信任伊的观众。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今年有真侪国家办选举，拢总是超过30亿人参加各种大选。这民主制度看起来是真进步，不过根据瑞典上新的研究，其实有一半的国家投票率降低，选举的结果有成绩等等。这代表民主当咧行倒退，也算长选举的公信力。总部设伫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国际民主和选举协作研究所发表全球民主状况指数报告，对代表性、权利、法治和参与度等等4大类别来看173个国家的民主表现。结果显示讲，2023年是民主表现连续第8档前6，伫自由公正选举的项目6项是创新高。全球的选民投票率伫15档内对65%一直降到55%，会使讲是一个大警讯。One would think are losing faith in the ability of elections to be credible and to bring about political change. 对川普好认治2020年大选的结果，支持者冲入去国会大楼了后，国际选举的结果是定定受到完全无根据的否认，用暴力来解决嘛愈方接受。虽然过去2档美国民主的表现有回升，但7月发生川普暗杀未遂的事件，嘛当看出继续存在的风险。Most concerning aspect of all this is that election denialism, on the basis largely of the experience in the U.S. has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报告显示讲，要一般的国家伫至少一项绝对关键的民主要素，亲像新闻自由和选举可信度这领域是出现严重的衰退。假选民和有问题的算票、外国干预、假消息和 AI 深度规则，变作新的挑战，加上让人感觉真失望的现状。战争、全球暖化和社会无平等，拢互甲民主食掉的情形愈严重。A fully democratic Russia would have not invaded Ukraine. There would have been enough checks and balances to prevent. That tells you how important investing in the support for democracy is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在亚太地区的部分，虽然民主衰退已经结束，但是还未出现明显的恢复。报告指出讲，除了参与度以外，大多数亚太国家的各项指标，同款是比全球的平均值更加低。但是包括台湾、马尔地夫等国，在法治方面拢有明显的改善，新闻自由是降到2001年的水准。包括台湾、澳洲等真侪国，拢有明显倒退的情形。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韩国Samsung伫咧印度东南部的工厂，员工的薪水和韩国比起来是差别20倍。这个月初9开始咧，印度发动罢工，要求爱加薪水，昨因上街头抗议，结果是有104个人互逮捕。
当地工会阁放调讲，三爽若无诚意，因就要绝食抗议，扩大罢工的规模。昨日互警方抓起来的104名员工，来自印度坦米尔纳都邦首府清奈的三星家电工厂。虽讲警方伫昨日看完已经将大部分的人放出来，不过大力挺即个罢工的工会团体讲，除非三星提出协商的诚意，若无排除用绝食等等更较激烈的手段发动抗争。If this continues, then we have to take further serious decisions in support of Samsung, like boycott of food and other things. And then, if it continues, it may lead to strike situation itself in other companies also. 南韩伫印度坦米尔纳都邦首府清奈的电子工厂，对9月初9开始罢工，要求三星会当加薪、调整工作时间，并且承认由印度工会中心所支持的工会。不过，这寡条件拢得不到三星公司正面的回复，因此昨日发动示威。不过活动进程无得到批准，因安尼警方动手掠人。也若当初印度三星工厂的劳工会决定罢工，上主要就是薪水甲南韩的员工争差将近20倍。உறுதி செய்வது தொழிற்சங்க பழிவாங்கல் நடவடிக்கைகளை கைவிடுவது என்பதெல்லாம் எங்களுடைய கோரிக்கை. எனவே அரசியல் தலையிட வேண்டும் என்று நாங்கள் கேட்டுக்கொள்ள விரும்புகிறோம்。这间罢工的三星家电工厂员工大约1800人，超过1000人都已经加入罢工。这间工厂主要负责生产冰箱、电视甲洗衫机，产值占三星伫印度年产值120亿美金的1/3。印度莫迪政府原本设定讲，要甲伫印度生产的电子产品产值伫6年内达到5000亿的美金，大力扫印度制造的政策，用俗价劳工条件去引外国企业来设厂。不过，这届罢工风波已经对这项政策产生负面的冲击。三星已经计划裁撤外国工厂劳力达到30%，其中就包含印度厂。公司新闻建元庆编译。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嘛，愈来愈严重。日本甲韩国这两党是拍拼想办法要招募越南这寡海外移工。面对国际抢人才，咱台湾要安怎保持优势，增加劳动力，这是未来政策的重点。后来抓桥军一排4-5层楼悬的楼仔厝，每间几步就是一间人力中人。对看板边的国旗，会当看出所出国上济的，毋是台湾，就是日本甲韩国。越南政府1999年开始输出劳力到东亚国家，原底台湾一直是越南劳工的第一选择。不过，这个优势2016年开始产生变化。Trước đây thì số lượng thực tập sinh cũng như là kỹ sư và du học tại Việt Nam sang Nhật Bản thì chưa nhiều. Nhưng từ những năm 2016 trở lại đây thì số lượng thực tập sinh rồi du học và kỹ sư tại Việt Nam sang Nhật Bản rất nhiều. 日本国会6月份拄通过育成就业的法案，让有技能水准到标准的移工，工作1-2年了后，会当自由换头家，佮会当无限期延续签证，让真侪越南劳工充满期待。 Đơn hàng của em là sẽ được 3 năm, nhưng mà em cũng rất là mong muốn sau 3 năm thì em sẽ được trở lại đất nước Nhật Bản xinh đẹp để có một thu nhập ổn định hơn, kinh tế ổn định hơn. 除了日本，附近的韩国同款也要抢劳工。为了应对农业欠工的问题，韩国政府今年增加开放予留学生家属6个月短期工作签证，加上韩国的薪水较悬，真侪越南中人拢讲。 愈来愈侪人想要去韩国做工，不过针对多数想要赶紧出国的越南劳工来讲，台湾也是有吸引力。因为韩国1年他们才考试一次嘛，日本的话他们就会要训练比较久，6个月，4到6个月才能去。台湾的话就比较快，1到2个月就可以入境了。即马各国渐渐在抢劳工。 劳动力够，才会当确保经济发展。不过，要甲劳工留落来，台湾就要打造出更较友善的劳动条件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葡萄牙宝岛附近的海沙堡有一间雌鹰教堂，创立这座教堂的牧师，伊本地就是一个雌鹰的运动员。教友因到教堂做礼拜，是穿短裤加穿衬拖仔，甚至是烫赤脚。而且因伫咧做礼拜进前咧，阁会升起雌鹰。
受洗人先伫海堡接受大家祝福，再去浸伫海水当中完成受洗仪式。波多是葡萄牙第一大港，以海堡甲有纳贝泰瑞教堂出名。附近的马托西纽斯海堡有一个由真爱冲向牧师起的冲向教堂，除了有波多的特色，而且不到10年的时间，为原本只有住伫附近教友会来做礼拜，到即马各国的基督徒拢会慕名来遮。We are a multinational church, people from all over. I believe the best word to describe Surf Church today is a lighthouse. We are a safe place wher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an come and find community, find family, find faith in Jesus. And we are this place where people can just come and find light. 教友到教堂做礼拜穿是短裤、T 恤、衬拖，甚至是汤只卡直接落伫沙坡，因为这有世界上上大的海涌，因伫做礼拜进前会先冲涌。之前教堂的人员还有一个17岁乌克兰少女，自从甲远赴俄国入侵了后，伊甲亲人渡难到波多来避难。When I arrived in Portugal, I was like in some doubts, just because like it's another country, it's another language, and like I was with some doubts, and I needed to choose some church. 长期以来，重庆一直被认为是反主流的文化，或者只是当作消遣。几十年来，重庆除了伫加州甲豪华戏正流行以外，其他地区对这运动无什么了解。不过，即马已经伫世界各地，包含葡萄牙流行起来，甚至成做奥运的比赛项目之一。同时，也有价值数十亿美金的运动产业。 We have a big coastline full of waves, so especially the Europeans, they come to Portugal because of the surf. And we found in this a good strategy for us to start a surf church community that combines Jesus and surf. 甲传统的牧师无共，请你穿的是感觉式的长水衫，毋是牧师的衫。除了教友，伊个甲当地居民重庆的基本动作。对伊来讲，成立教堂上大支条依然是重庆社区族群甲读圣经。伊的梦想是伫世界各地拢去重庆教堂，将宗教甲运动结合做伙。公司新闻新读报评价。 伫咧意大利咧，有一条古道是为首都罗马通去到半岛的南部，这是罗马帝国上古嘛是上重要的军事道路。即马因当咧申请列做世界遗产。这条500公里长的古道，若准成功列入去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全世界第一条互列入去的古道。 第大日头骹有人行路，有人骑脚踏车。户外运动爱好者拢到意大利亚比古道亲身行这条路，感受罗马帝国的征战过程。 The ancient Appian Way is not only a big open-air museum started in the 1800s, but it's also an immense green area, a place where Romans come for leisure time, biking, hiking, and visiting monuments, of course. 亚比古道起伫西元前312年，全长差不多500公里，连接首都罗马到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布林地区。伊毋但是道路建设的变革，阁是罗马帝国扩张过程当中重要的军事道路，确保罗马军队伫任何天气之下拢能前进，而且顺利到目的地。所以有即句“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俗话。 The ancient Appian Way was the queen of a road. It was a big engineering work, so it deserves, I would say, to be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亚比古道是2024年提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28地点当中上长的一个。即马古道一寡所在，依然沿看到原来的石能甲罗马战车载过留落的痕迹。 然后常常因发现罗马遗迹亲像倒去的大理石条，或者是无头的雕像，这特色正做游客一直来上大的诱因。 And my father has photographs of it from the 1960s, so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to come back and see it. The same thing that they saw. Incredible that there are so many parts of the old buildings that are still standing and preserved.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7月2日开始举行第46届会议，要审查新提案的28个遗产地点。亚比古道若入选，会将做全球第一条被列入遗产名录的古道。公司新闻杨干编辑。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